我就觉得这十字架不太好看，我也给他买个十字架吧，Made in Italy。梵蒂冈圣彼得教堂的钟声，一起买了48欧的东西，去找神父给我祝福开光一下。那刚刚咱们就是一路爬到那上面去了。Hello, Father. Can you help me to bless it? Yes, I bought it for my grandma. Thank you so much. OK， 咱这些也是被梵蒂冈神父祝福开过光的物件了。我才看到这个青铜华盖中间也是一只鸽子，这些全都是真花，好香啊！这俩哥们服装稍稍有点滑稽。换班仪式，不小心走出来了，又要重新排队绕那么长一圈，重新进去，排了1个小时队，还是回来选择把9收的这条拿下来。我发的。Thank you。再看一眼圣上。我想了一下，在这边住2晚青旅的要800块了，给奶奶带个礼物，那么精打细算的干嘛呢？梵蒂冈外面的圣水比里面卖的还贵，在教堂只卖5欧，这里8欧。溜溜球，罗马好热啊！剥了个橘子，好甜呐！再溜达3公里回去。梵蒂冈博物馆和圣天使城堡都周一休息。太阳挺辣的，但是不怼着太阳晒就不热。老车哎，也是阿尔法罗密欧。超市买了个小面包，还有之前瑞士买的饼干、酸奶啥的，点点。正餐是8欧1份的罗马意面，不出所料又是这种夹生的口感。我还是喜欢吃国内改良过的意面，真的理解不了这个店还排大队。武汉出发，下一站鹤峰平山峡谷。又要去恩施了，火车票花了174。上次去恩施平山峡谷还在装修没开放，上次去恩施好像已经是22年的事了。我只记得来福的炒豆皮超好吃 ，nice 靠窗座位。4个小时到达恩施，先琢磨一下去鹤峰怎么坐车。火车站对面客运站上就有直达平山大峡谷的车，不过一天只有早上3班。明天赶最早的一班车去平山峡谷吧，今天就先不去鹤峰县了。20块点份炒豆皮加油香，这个油香好好吃，比豆皮还好。太吵了，总不能没睡几个小时，洗个澡出发。这个票价70块，一上车就开始肚子痛，没能赶上第1班。8点半发车，11点半才到店。门票210，不便宜的。这是正儿八经在悬崖绝壁上走啊。210门票里应该是包含了这个船的。坐车坐到山上，然后一路下山。出太阳后水好绿，好多叶子船，一整条楚天流水线，好看爱看。那远处还有小姐姐跳舞。人工在夜里河上宝物，不过也很有意境，想到郴州东江湖了。摄影师哥们也是非常专业的，指导各种姿势。自拍是30，摄影师拍是40。要是能把这座楼改成电竞房，然后每个夏天都来这峡谷里头避暑，不得爽烂！哇，我看到小龙女了！哇，这个水可以包船，好好看啊！整一个大一点的草棚，给它改成电竞出发。清澈见底，不过这个河底有垃圾。No。这河在山谷的谷底，底下超级凉快，好想脱光了一个猛子扎进去啊！这些树叶被阳光照着格外的亮，然后在水里有倒影。那后面这块就好适合带着小拿夏天过来戏水，我就不知道景区让不让下水。耶，好多鱼！文艺汇演。我的救生衣安全。1千3个大字，下把阴阳明，有阳光照射的一面，真气盎然。没有阳光照射的一面啊，阳光都没有。这是天然的吗？